主后2024年5月初4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信靠上帝的力量。圣经咱做来听读诗篇60篇第10到12节。大卫甲两河的阿兰以及索巴的阿兰交战的时，约押倒来盐的山谷，杀死以东人12000。迄时，大卫做这首金诗，互人学习，交互圣乐长，调用见证的笔合花。上帝啊，你有去杀阮，拍碎阮，你有对阮受气，但求你搁转来阮遮。你甲地摇震动，互伊离开。求你修补伊的离魂，因为地摇地震动。你有互你的子民拄着苦难，有互阮啉互人颠来倒去的酒。你为着敬畏你的人的大旗，调一因，互因脱离强箭的攻击。求你用正手牵救阮，来回应阮，互你所疼的人得到解救。上帝伫伊的圣所讲：我大胜利啦！我要分割示剑，分配苏格的山谷。基列是我的，马拉西嘛属我，以法莲是我的头盔，犹大是我权柄的拐。摩押要做我的翼盆，我迄我的话伫以东，菲利斯发胜利的声。啥人要带我入去坚固的城？啥人要带我入以东的地？上帝啊，你敢有去杀阮？上帝啊，你敢袂搁甲阮的军队斗阵出征？求你援助阮攻击对敌，因为人的帮战袂靠得。靠上帝，阮才会得胜，伊会拍败阮的对敌。信靠上帝的力量。伫教会的音乐见证会，有一位青年甲众人分享伊的信仰经历。伊分享家己做兵的时，某一遍放假暗时骑奥多摆出去，伫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灯。当红灯变青灯，伊要吹油门往前行的时，熊熊眼前一片黑暗。当伊意识恢复了后，随时感觉身躯无爽快，发现家己拄倒点病床，身躯有几若只爆炸的伤喙，喙也在插管。原来伊拄着差一撮仔就夺走性命的车祸。伫救治的过程中，伊的老母和教会的兄姐，逐日拢来为伊祈祷。老母也一直留踮病院照顾伊，最后伊将伊平安度过生死关头。伊分享，虽然家己是第三代的基督徒，常常听主要老师和牧师讲上帝真伟大，耶稣基督满有慈爱，可是伊并无感受到上帝信息可靠。伫迄遍车祸以前，伊简单是缀厝里的人去教会。过去也只有伫拄着不如意的时阵，才会向上帝祈祷。无论安怎，伊只是甲基督信仰当作参考尔。到伊拄着严重的车祸，才开始想要好好认捌这位大有能力和慈爱的上帝，佮希望家己成做真实的基督徒。大卫做以色列王以后，这位邻国革命来对抗伊。当大卫甲主要战力投入北方战区的时，东南方的以东却趁机来攻击以色列。眼见国家
就要造难，特别随时调派军队前往移动战区。伫燕国杀死18000名移动人，取得最后胜利，从此威名大振。对以色列人来讲，当国家战败，伊无认为是武器无精良、军力不足，也是其他条件无完善所造成。反倒转，因认为战败的主因是因无甲上帝徛踮同一边。当以色列甲以东的战士激烈紧张的时，大必带领人民向上帝祈求拯救。诗篇60篇第49、第50讲：你为了敬畏你的人越大旗，吊一因，互因脱离强钱的攻击。求你回应阮，用你大权能的手拯救阮，互你所听的人得到解救。最后，上帝互大必得胜。撒母耳记下卷第8章济位提到上主互大必所向无敌，处处得胜。无论个人性命，也是国家社会，咱总是面临各式各样的挑战，或者是遭遇种种的困境患难。面对困境患难的时，人往往想要靠家己的聪明、力量和现有的资源来解决。但是诗篇60篇提醒咱，有一寡代志并毋是简单靠人的聪明和力量就会当迎刃而解。特别是当代志的发展超过人所会当预料的时阵，人必须转向迄位全能的上帝，才会当化解困难。当咱谦卑向上帝寻求帮助的时，深信伊会引带咱行伫正路，搁互咱通赢过一切的难题和试探。默想，拄着难题时，我是毋是单单倚靠家己的聪明，无真正信靠上帝？拄着难题时，我是毋是单单倚靠家己的聪明，无真正信靠上帝？咱来祈祷，公义慈爱的上帝，我总认为家己有真正相信你，总是真侪时阵我并无甲生命的主权交互你，求圣神指教我，互我随时亲近你、信靠你，帮助我无论大事小事，拢要日日靠主得胜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